1982年，美國經濟衰退，失業率創新高。Ray Dalio 喺電視上公開預測，經濟將會崩潰，市場將會大跌。結果佢錯得離譜啊！經濟迅速復甦，市場反彈，而佢創辦嘅橋水基金幾乎破產。最慘嗰陣，佢仲要問佢爸爸借錢交租。但係就因為呢一鋪輸到貼地，令佢發現，如果我繼續都係靠自己嘅直覺做決定，我會繼續錯100次。從此佢就寫低每次犯錯背後嘅原因，然後將呢啲錯誤變成一條條嘅決策原則。幾十年後，橋水基金成為全球最大嘅對沖基金，管理超過1500億嘅美元資產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嚟睇下《原則》呢本書點樣幫我哋喺人生、工作甚至家庭入面做出更加清晰、冷靜同埋長遠嘅決定啊。Ray Dalio 話：原則唔係死板嘅規條，而係你面對人生選擇嗰陣，幫你唔迷失嘅導航系統。佢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揾到自己一套決策演算法，即係喺遇到某類情況嗰陣，你會點樣判斷行動係有跡可尋嘅。例如佢其中一條原則係面對現實，即使現實係幾咁難接受，都要接受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你睇到團隊有人做得唔好，唔好同佢講人情，唔好逃避，要正面咁樣處理，因為逃避只係會令問題變得更加大。佢成日都提出呢條公式：痛苦加反思係等於成長。佢鼓勵我哋遇到挫敗嗰陣，唔好只係沮喪，而係要冷靜咁問自己3個問題：第一，我錯咗喺邊度？第二，點解我會犯呢個錯？3，下次可以點樣做得唔同啲？例如公司出錯咗 email 俾人，或者客戶唔滿意我哋嘅提案，好多人嘅第一反應就係揾藉口俾自己。但係 Ray Dalio 會叫我哋冷靜咁記錄落嚟，究竟今次我哋錯咗喺邊度？點解會犯呢個錯？下次可以點樣做得唔同啲？例如下次要再三 check 清楚先好 send 出去啊！呢個就變咗我哋嘅原則啦。漸漸錯誤就會犯得越嚟越少，判斷就會越嚟越準確。你未必要管理一間基金公司先至用得着呢啲原則㗎。例如你係創業者，每次揾合夥人都唔知點揀好，咁你就可以寫低一條原則：合作對象必須同我講真話，唔怕指出問題。或者你係全職嘅媽媽，日日都要處理好多嘅家庭壓力，咁你就可以寫低呢條原則：當我情緒爆發嗰陣，我會先深呼吸10秒，唔即刻發火。有原則唔代表會完美，而係有機制去不斷改善自己嘅反應方式。Ray Dalio 仲提議建立一本原則筆記，遇到人生難題就寫低點樣諗，點樣決定，慢慢就會變成屬於我哋自己嘅操作系統。喺橋水基金，佢實行一個幾近變態嘅極度誠實文化，每個人都要公開講出對同事甚至上司嘅意見，全部都記錄低，唔可以做兩面人，講兩面話。佢相信團隊最怕就係表面和諧，但係背後就扭曲。而原則就係打造一個清晰、誠實同埋高效文化嘅根基。佢嘅理念係好文化唔係靠管理，而係靠原則共識。Ray Dalio 一生犯過好多錯誤，但係正係因為佢唔怕記低錯誤，唔怕將痛苦轉化成智慧，佢先可以成為全球嘅頂尖投資人。佢話成功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我哋肯唔肯建立一套面對現實嘅原則。不如由今日開始寫低第一條原則，讓未來每一個你變得更加清晰、更加堅定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留言同我哋分享。